色花上。मैं तो छेन तो दम चें。对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个时候，大家只有老着黑几眼，头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能下就这些。下用，惊讶，惊讶。眼前，眼前。新潮，新潮。xem lấp，xem lấp。翻腾，翻腾。隆隆的雪瓦，隆隆的雪瓦。画家惊讶地看着小姑娘，画家惊讶地看着小姑娘。人们看哈来呢，把梦悄悄拉的。人们看哈来呢，把梦悄悄拉的。同学们，今天这节课讲的是一篇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外国童话故事。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带领俺这娘的，老妈这大大喊的嘎不学习月比西中西中就赢，头妈俺这娘的他呢撒巴了几大。面积撒巴，可怜。你这，告诉。谢吧，帮助。如让。老婆婆很可怜珍妮，送给她一朵七色花。俺那个米在你啦，你这些的，没都全都等着的很巴适。洛登，有一篇全世界小朋友都喜爱的外国童话故事，你知道吗？洛登，早论用这18岁，现在高为世界这其中的全集而已。是不是叫七色花？没都全都等着这话的人。对，讲的是一位叫珍妮的小姑娘，为了追打偷吃面包卷的小狗而迷路了。这弄得父母穷穷珍妮给所过是比切根点你这个老挪为内在绝缘。那怎么办呢？阿姐，点那真的些个人。这时来了一个老婆婆，老婆婆问珍妮为什么哭，珍妮把一切全都告诉她。第一个，俺那给我系统车的，俺那却我就建议系这把的，珍妮给内侧从嘛摸了些把的。老婆婆能帮助她什么呢？对呐，俺那给我的摸了肉这些的人。能。老婆婆很可怜珍妮，送给她一朵七色花。如特约，没珍妮了面这些的，没都全都等见的想把的。真的吗？我妈哎。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是大伢子，第二个名字三批个搞定了几大。他念这些。可怜，可怜有3种解释，这儿指被人们怜悯的状态。你这呢？那时候东亚当家呢，这马龙娘巴拉些。告诉，告诉是说给人听，使人知道的意思。这把呢，人把它黑身就比我个这把拉些。帮助，帮助是指替人出力、出主意或者给予物质上、精神上支持的意思。如让呢，
桑巴当你这书记偏把รูป下瓦拉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字沙巴的呢，老中些查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可怜，可怜，你姐，你姐，告诉，告诉，谢吧，谢吧，帮助，帮助，如让，如让，老婆婆很可怜珍妮，送给她一朵七色花。老婆婆很可怜珍妮，送给她一朵七色花。阿那个米，在你啦，你这些的，没都全都等着的很巴适。阿那个米，在你啦，你这些的，没都全都等着的很巴适。骗子这么这话。老主错，这点个名词沙巴呢写信，大概就按你做一切错了具体连接人，我个他年道理，如让西巴的工业咋个，切去上路什么多的连接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的，谁如让，要想连接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第一路边他年沙巴的到下中这些。可怜，你姐，可怜，你姐，告诉，谢吧，告诉，谢吧，帮助，如让，帮助。如让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一，我记他年沙巴个中意的，但我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你姐，可怜，谢吧，告诉，如让，帮助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一个老千的年长下来人打对不起。